Hello YouTube， 大家好，好耐咧冇同大家見面啦，都想呢度咧多謝大家一路嘅支持。咁我哋咁耐冇出片，係因為我哋翻咗香港，同埋都留咗喺度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啊。咁翻到香港最大嘅問題，當然咧係要揾地方住啦。我諗啊，好多人移民之前咧都可能咧會賣咗香港嘅物業。咁但係啦，有時候人算咧就不如天算，計劃咧就趕唔上變化，總有啲情況咧要回流，又或者要翻香港。咁好似我同阿 Sophia 咧，正正就要面對住呢個問題，所以今日條影片都想同大家分享，我哋翻香港到底咧會租邊度住呢？都會同大家分析今次租嘅地方有啲咩好同唔好。咁萬一大家遇到同我哋同一個情況，睇過呢條片就可以有多一手嘅準備啦。最緊要啊，我亦會喺影片嘅最後同大家講今次嘅租金要幾錢。如果中意睇我哋拍呢類型分享租屋資訊嘅影片，就記得 like 呢條片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支持一下，都要記得將條片分享俾身邊嘅朋友睇。今次翻香港，我哋決定咧係長租酒店。咁事實上啦，除咗租酒店之外咧，市面上咧都有好多選擇，例如 Airbnb 啦同埋服務式住宅。我哋咧就諗過度過，最後啦就覺得租酒店係最方便同埋靈活。咁其實啊，大部分嘅酒店都會提供呢個長租計劃。咁但係價錢咧就要自己直接問酒店，因為酒店嘅網站咧通常都唔會寫出嚟嘅。咁肯定嘅係咧，長租係一定會平過逐日咁去 book。咁經過我哋一輪嘅 research 之後咧，最後就揀咗灣仔最新開嘅合和酒店。咁唔講咁多廢話，而家即刻咧就同大家參觀下我哋嘅單位。咁我哋今次啦租咗一間 Deluxe Suite， 房間號碼咧係3722，大約咧有548尺，係一個一房一廳嘅單位。一入間房啊，就係 pantry 同埋飯廳嘅位。呢度咧係跟咗呢個微波爐、迷你雪櫃、咖啡機、熱水煲呢啲基本電器。飯廳嘅位咧都係張飯台同埋2張凳。咁再行入少少咧就係客廳。我自己啊係幾中意客廳嘅 layout。咁間酒店房啊有個客廳，絕對會啊令到呢度多咗一陣屋企嘅感覺。而且啲窗都好大，對住綠油油嘅金馬崙山，感覺咧都叫做開揚。客廳嘅右手邊咧有個 powder room， 有客人嚟嘅時候咧都可以有多個廁所俾人用。咁同埋啊，我哋兩個咧都可以唔使爭廁所用啦。行入啲就係睡房，個睡房咧都幾大嘅，有一張 king size 嘅床，而且咧都係3邊落床，兩邊咧都會有個 nightstand， 同埋啊都好貼心啊，加埋啲插座同埋 USB A 同埋 C 嘅插頭，咁都可以幫部電話叉電。房入面咧都會有多一部電視，咁俾你攤喺張床上面咁樣睇啦。咁我哋 book 間房嘅時候咧，都 request 咗啊，要一部電腦 mon， 咁就可以咧喺書台駁住電腦咁樣做嘢啦。行埋入去呢個主人房嘅廁所先。以香港酒店嘅 standard 嚟講咧，個廁所係算係非常之大啦，有浸浴同埋企浴，企缸咧亦都有呢個淋浴式嘅花灑，面積都好大啊。沖身嘅時候咧，手踭咧係唔使驚會撞到啲玻璃門，而且個水壓啊同埋水溫都好唔錯。洗手盆有 double sink， 上晝2個人咧係可以一齊 get ready 嘅。咁我覺得啦，個浴室咧如果可以做多少少層架，個收納空間咧就會更加好啦。另外係因為長租酒店嘅關係，呢度咧係會包埋呢個洗衣乾衣機，而部機啊就擺喺廁所呢個位。喺呢度都要講一下，長租酒店同普通租酒店有啲咩分別呢？咁以我哋今次租嘅單位為例子，佢哋1星期咧係會提供2次嘅執房服務，同普通酒店每日都會執房咧係有少少唔同嘅。咁但係啦，如果你想 request 啲毛巾啊嗰啲垃圾嘢咧，咁打個電話落去，佢哋咧就會即刻送上嚟。同埋啊，入住酒店嘅客人去酒店旗下嘅餐廳咧都有呢個85折嘅優惠，所以我哋都去咗試佢哋嘅中菜餐廳合和軒嗰度食午餐。雖然啊間餐廳嘅裝修咧就麻麻地，唔係好突出，但係啲嘢食咧就出乎意料之外咁好食啊！呢度嘅蝦餃咧個皮真係薄得好誇張，而且味道咧都好唔錯。而家即刻去片帶大家睇下我哋究竟食咗啲咩點心。食完飯就同大家睇下間酒店嘅設施。我自己覺得啦，合和雖然話係一間5星級嘅酒店，不過啲設施咧絕對冇想象之中咁好。咁舉個例子啦，健身室嘅面積咧係比較細，啲器材咧都比較少。個室外泳池大家喺畫面都見到，雖然呢個面積係唔算細，咁但係完全咧就冇風景可言。齋係啊望到啲樓同埋埲牆設計咧都非常之簡單，而且咧一啲都唔美觀。真係唔好講笑，我哋住咗喺合和個幾月啦，都冇乜衝動咧想落嚟呢個泳池嗰度游水。所以啊間酒店嘅設施都係一個幾令人失望嘅位嚟嘅。
咁都同大家介紹咗我哋間房同埋酒店嘅設施。我諗都有觀眾想知道我哋咁耐冇出片，又翻咗香港咁長嘅時間，係咪要回流呢？其實今次翻去都係純粹因為工作嘅原因。咁大家有睇開我哋嘅 channel 都知道咧，我哋會喺度講下關於移民嘅嘢。喺呢近幾個月啊，大家有睇新聞都知道咧，好多國家嘅移民政策不斷咁去收緊。例如英國同加拿大都有啲新嘅政策出台，計劃咧就減少接收移民嘅數量啊。咁我自己覺得啦，嚟緊嗰幾年咧，移民嘅難度同埋門檻啊，只會越嚟越高。我見好多香港人啊，都煩惱緊移民政策收緊呢個情況。咁我都非常之明白，當自己同屋企人諗住跌埋心水，搬一個新嘅國家，一定咧係唔會想不斷喺度永續一個臨時居民嘅身份。咁唔單止啦，要擔心自己嘅工簽幾時會到期，又唔夠膽貿貿然咁去轉工。喺咁嘅情況之下咧，都好難好準確地去規劃自己嘅人生。咁一日啊，未順利拎到個身份，始終咧係一定唔會放心嘅。咁今次我哋啦，翻到香港咧，都有撞到啊喺加拿大回流香港嘅觀眾。咁佢都同我哋講啦，係因為喺加拿大嘅就業市場唔明朗，再加埋咧申請呢個永久居民嘅身份咧進度係好緩慢，咁所以都決定咗啦，要翻香港叫做轉換下跑道，唔想浪費自己嘅青春。咁我諗啊，絕對有一大班人可能已經離開咗英國或者加拿大回流翻香港，又或者啊計劃緊要咁樣做，都要喺呢度重新講多一次啦。我覺得咧，無論啊係選擇留低等身份，亦或者係翻香港，都絕對係冇問題嘅，完全咧係個人選擇。咁作為成年人啊，每個人嘅首要任務就係要利用自己啊所擁有嘅資源，喺目前嘅環境之下咧，為自己創造一個最好嘅未來。咁如果計過度過啊，覺得唔對路，就一定要作出改變。千祈就唔好驚其他人嘅目光又或者評價，而唔去做任何嘅決定。咁人生咧流流長啊，移民啊只會喺你人生之中其中一個難關。咁所以咧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加油啦。我覺得啦，大家咧都唔需要俾太大嘅壓力自己。移民政策啊，呢啲自己控制唔到嘅嘢，就算你擔心咧，都唔會改變。咁希望大家可以以平常心去對待啦。喺呢度咧都可以同大家分享當初點解我哋要揀呢間酒店啦。第一啦，就係呢間房咧個面積夠大啊，我哋個單位咧都有500幾尺，咁始終啊住喺呢度嘅時間比較長，有一間比較大嘅房咧，我覺得都幾緊要嘅。第二啦，就係有洗衣機啦。咁網上邊啊好多人都講過啦。長期住酒店最大嘅問題咧就係洗衫，如果冇洗衣機，一係咧就要叫酒店幫你去洗，咁樣咧就會好貴。咁第二咧就係去洗衣鋪，咁樣咧就好嘥時間。咁所以咧住緊酒店可以隨時隨地咁洗衫咧係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嘅。第三就係交通方便啊，咁灣仔啊始終係屬於港島區嘅核心地段，去任何地方咧交通都係極就腳。酒店啊行去地鐵站都係幾分鐘就得，而且咧都有瓦遮頭，唔怕日曬雨淋。第四啦，就係酒店附近餐廳商店嘅選擇好多，附近有唔同價位嘅餐廳，茶餐廳去到酒吧，甚至 fine dine 都有。買嘢方面，酒店樓下咧就一個商場，幾分鐘步程之內咧就有2間超市，咁所以住喺呢度咧係真係方便啊！咁講完好嘅地方，就要講下我哋冇咁滿意嘅嘢啦。我哋住咗呢間酒店超過1個月，話長唔長，話短唔短，我自己覺得咧最唔好嘅位咧就係出入酒店咧係有啲麻煩。我唔係指酒店嘅 location，而係出入酒店嘅過程啊。喺條街嗰度翻到酒店咧係需要搭2次嘅電梯先至可以上到房。係多人嘅時間啊，就好似啲翻工啊、放工啊、食飯呢啲時間咧，就會有好多人喺度等 lift， 而且每部 lift 咧都係爆晒棚咁多人。喺最差嘅情況之下咧，係要等超過5分鐘以上咧，先至可以翻到間房嘅。咁你相對去其他酒店咧，的確係冇咁便利。如果你係嗰啲早出晚歸，我覺得呢個影響就唔太大。但係啦，如果你成日要出入酒店，又出下街啊、食下飯啊，咁你就會覺得啊，成日要轉 lift 咧就有啲麻煩，同埋咧都幾浪費時間嘅。第二樣，我覺得咧係比上之中差嘅地方咧，就係間酒店啊，都算幾多閒雜人。咁我注意到啊，好多住喺酒店隔離座山上面嘅居民，甚至係喺隔離學校嘅學生，都會用商場同埋酒店嘅升降機上落山，再行翻屋企或者學校。咁所以啦，呢啲翻學放學嘅時間咧，酒店大堂等 lift 嘅位啊，係會有極多唔係酒店住客嘅人喺度等 lift。有時候咧個情況都幾墟冚啊。加埋啊，好多公司咧都會租用合和酒店嘅會議室去搞啲活動。咁所以經常咧都有啲唔同嘅人喺度 chit chat 咁樣轉，絕對咧係間比較 busy 嘅酒店。咁如果咧你想要啲好 relax 恬靜嘅環境，咁呢度咧就未必咧就好啱你。
咁我自己感覺啊，合和咧係比較似一間商務酒店，多過一間咧係去旅行嘅時候嘅度假酒店。另外一樣嘢一定要講嘅問題咧就係酒店嘅裝修風格。咁雖然啊，合和酒店咧係2024年年尾落成，咁但係呢度嘅裝修風格咧，我自己就真係覺得麻麻地。尤其是啊，係啲公共嘅地方，咁睇落去咧係好單調同埋冇乜特色，而且好多設計啊都好似時光倒流啊，去翻2000年咁樣樣。咁講得唔好聽啲咧，係直情有啲老土。同埋啊，入到嚟酒店，我覺得裡面嘅氣氛咧係唔似一間酒店。咁舉個例子啦，個大堂咧，我感覺更加似一棟辦公大樓嘅 lobby。多人嘅時候啊，就好似一大班打工仔喺大堂等 lift 上去翻工咁樣。個氣氛咧完全係唔似酒店嘅。我覺得啊，個設計團隊咧喺呢個位咧真係 drop 咗個波啦。最後咧就要講價錢啦。不過咧，我想提醒大家咧，呢類型嘅月租方案咧係會係因為唔同嘅月份而有唔同嘅報價，所以咧我哋嘅價錢咧淨係可以用作參考用途嘅啫。我哋當時啊一個月嘅租金係大約45,000蚊港幣左右，唔知道大家覺得呢個價錢算唔算合理呢？歡迎喺留言嗰度講下。最後簡單嚟講，個總結就係啊，合和呢間喺港島區最新嘅5星級酒店，以長期租住嘅體驗嚟講，我覺得咧算係唔錯噶啦。個性價比咧係比較高，原因就係啊房間嘅面積算係比較寬敞，仲係位於港島區灣仔呢啲黃金地段，交通咧係極之方便。唔知大家睇完呢條片會唔會想試下住呢間酒店呢？喺呢度都想問下移咗民嘅大家，通常你哋返香港都會住喺邊度呢？歡迎喺留言嗰度同大家分享下。好啦，今日條片咧又去到差唔多啦，都係嗰句啦。如果中意我哋條片，就記得俾個 like 同埋記得訂閱我哋頻道支持一下啦。咁我哋下條影片再見啦，拜拜。